消息来关心，平均地权条例内底限制有售厝换契约转卖，7月初1就要开始实施。台北市政府的地政局即马有推出 AI 自动比对系统，未来只要是有售厝卖出去签约，也有甲有售厝完成产权登记了后的买卖，登记的人若是无共人，有可能就是个转过手啊。上紧半点钟内就当完成调查。过无到一礼拜，平均地权条例新制就要开始。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开始执办，推出全台唯一的 AI 自动比对系统。未来若有售厝销售签约，甲有售厝完成产权登记了后买卖，两种买方无共人，就代表可能有售厝解约了后个买，或者是换约转卖行为。往往需要投入很多人力才能够完成买方的资料的一个比对。那透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话，我们可以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，把一个建案的买方的异动情形比对完成。地政局表示，这套系统省人力甲时间，应提供国税局作为有售厝交易、房地合一税查核重点参考，望达到把关防疫投机的违规行为。受平均地权条例影响，有帮助统计，自2023年5月，达到建物买卖转移件数年增率是负的6.4%，创3年同期新低。展望未来半年，专家预测未来卖方会用3步曲来应用，先是加总价策略清晰，加修复策略，最后不得已才启动落地措施。目前来讲的话，建商也不愿意在这个时间点，马上就做价格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价格修正。在短期，其实买卖双方其实是在一种所谓的观望盘整的状况居多啦。另外，有帮助统计，今年到6月中，北段湾规模重建案推案量是607亿，超过去年同期292.6亿，增幅是107.45%。关键原因就出在建商回防两人区规模多经。蛋黄区的买气是比较稳定的，他们就回防到蛋黄区里头，所以回防到蛋黄区之后的话，有很多的围绕的个案，它会陆续的推出。专家观察，台北市宜兰市规模建案上济所在，各以大安区甲大东区数量上济，今年推案量有机会到800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